给了只有只有这在年代难打的所谓，只有一点过只就只就你就拖个二来本钱，当代是别出来马的明代定义几十元。这错跟来不及大家也来聚集样的说。如代接着年华迷乱，你给着转自己。马里木斯第年月改，今年见这让吹浪。天天大街杀进大雪，一点列作加线推个。警察接待今年接着大理木森江边养蓝图。Om Arabazan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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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o tende jejin chera wo sinji, dali tumui mumbara sani, kata tinji shulyo tobai, lo chia pope nawa tsato so. 去把图进了终点的结杯卡恰脚碰波瑞拉见落去见短千波堂抢手三倍见短千波堂塔季度手地提车终点的沙漠能瓦斜恰为却给能床以顶眼睛啦，人把手手养的车墙手先为头吧，先被先de citra laparaje de ge jik meba dang chamchu semba chenbo papa chingle shi wangchu gi sedang demba shebla 看不到。东巴尼来江苏些马印诺，太新都草瓦堂、杜切堂、南巴些巴南东巴沃，沙里普太大区他们这东巴尼太菜尼买吧马给吧马嘎吧，芝麻买吧芝麻糖渣哇，芝麻买吧干瓦买吧沃，沙里普太大维纳东巴尼啦，苏梅草瓦梅杜些梅杜切南梅，南巴些巴梅。米梅、那瓦梅、那梅、杰梅、绿梅、一梅、苏梅、扎梅，七梅、肉梅，căm kỳ tu phá thủ yang mẹ thọ mi mà ni bà sẽ bà mẹ bà ni cả si mẹ 55页。55页，好嘞，这里。在里面，在就是课程，里就是这个的，面就是目标。这个课程的目标是什么呢？练模就是讲话，然后呢，在的讲解，这个那懂我以后的意思。在的讲解就是懂我以后，然后呢，撒康囊就是餐厅里面，卡拉阿对点菜的时候。记住就是句子，大不列就是简单的，竖立的，大不列就是那比较什么，大不列就是那个比较 convenient 那个竖立吗？贝利，大不列头呢，
过到这头给要跟餐厅的那个服务人要简单的就是要他们要沟通的意思啊，对，为了那个是目标，那个课程的目标是这样子的，去餐厅的时候比较容易可以能点菜的。后呢，过大这头给上，那这是什么呢？加菜当肉囊的，当肉囊给这些比较多的。卡拉俺的北京当些给上，卡拉就是说俺的就是点的时候，北京就是有时这头给是能用的意思，这头给好，给这老妈了，这当到菜汁让家做面包的好几钱给。吃菜记呢，干妈叫俺呢给给家些比地菜汤，干妈是就嫌俺呢老妈也给家些比地菜银少。好，这样太快不行，有些不会懂。好的，那我们的那个里面有今天有 my，好，你帮忙在这里帮忙念一下。로젠디 찬제 사카네 카라 나투 친투 아 합테 도네고 태초 듣고 那个是意思是呢，老菜的就是这个课程，this subject 讲就是学习，学就是好，学习好。萨康南了，萨康南就是餐厅里面，卡拉阿对点菜的时候，卡拉就是食物，阿就是点，阿对就是点的时候，点菜的时候，然后呢，吃住就是那个句子，sentence 句子吃住。答对以后呢，答对以后呢，的意思是呢，比较简单的部分的。简单的答对比较 convenient 答对里头呢，过大这头给是过大这头，过大就是过大这头给就是要人家马上很简单很容易让人家知道的意思，这样子要了解的意思。好，那这里开始，这里开始练习。 아 카라가트 체조 체투고 嗯。卡拉阿的 게덴디 原件写图给卡拉阿的就是卡拉阿的点菜的时候，原件的意思是呢，use 用的意思是，原件当就是用的意思是，原件截图给是能用的意思是，对，要能用，对，然后呢，给人家到嘛啦，这当到菜就是让茶所年把的话节写给。好，这个没关系，这个不用理。好，那下一些下哦，真正的课程这里开始了。好，好，第三我这第二个第三我这就是新的字介绍，没有目标是什么呢？第三找到目标是什么呢？新的字找到了，还有找到就是那个翻译，对，结果就是活动。相先的第三呢，角落写呢，其实人天涯的阶段写给一个句子要5次那的意思。好，这个里面有什么呢？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是暑假，暑假就是早餐、人工卡拉、午餐、lunch、点嘛就是盘子，然后呢，那就是碟，然后呢，下叶就是那个荤的，下面那个素的，下树啊就是那个服务人，对，下树啊服务人，然后呢，这个是豆，拿着的到那个豆干上豆就是
肚子饿的意思是，对，这些的句子造句的意思是呢，然后呢，刚刚的意思是呢，就是好客的意思是啊，他们的这些的字的那个造句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造句的这些看一下啊，什么样子的造句？那个里面的小家的造句是什么呢？比如说这里，对，好，那这个里面呢，前两个小家通一遍，前两个小家通一遍的意思，你早餐吃了没有？暑假通一遍，早餐吃了没有？其实暑假的意思是一个是 breakfast，另外一个是早上的茶，通就是喝的意思是，通一遍，那个是通一遍就是喝了没？对，那这个里面是前让是你，嘎给个给啥给就是那个是这个是我们已经学过的，嘎给个给啥给就是那个是我们是结账的意思是呢，嘎的后加有啥，所以这个下面是一个动作，前两给你做了没有？做什么呢？手将通一遍，早餐吃了没有？对，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是第二个是拧工卡拉，拧工卡拉是什么呢？拧工卡拉就是午餐，对，那拧工就是中午那个中午对12点就是中午就是拧工，比如说是拧工得嘞，就是中午我那个呃中午好就是那个拧工得嘞，对，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卡拉就是食物，那小巴卡拉就是早餐，小巴卡拉、人工卡拉、古木卡拉，这样子可以说啊，卡拉是这样子的。那人工卡拉的造句的时候，它造什么句呢？人工卡拉嘎嘞撒亚人，人工卡拉嘎嘞撒亚人，那个是问句的。人工卡拉就是刚刚那个午餐，嘎嘞撒亚人。咖喱就是什么？撒亚伊的意思还没吃了，所以午餐吃什么？对，意思是呢，午餐吃什么？这样的时候呢，午餐就是人工卡拉咖喱撒亚伊，我们就说午餐吃什么呢？那我们现在观想呢，早餐吃了什么？那晚餐吃什么？怎么说呢？自己说一下，晚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呢，你们自己想到吗？如果错的话，就是这样子。古木卡拉嘎的啥呀音？古木古木带来的古木卡拉嘎的啥呀音？意思是呢，晚餐吃什么？如果早餐没有吃的话，小巴卡拉嘎的啥呀音？或者是小家嘎的啥呀音都可以。对，人工卡拉嘎的啥呀音？好。那个是 dema 就是盘子，plate 英文说的话 plate，对，dema 的造句是什么呢？dema de 脏吗明度，dema de 就那个盘子，脏吗明度就是没有干净，脏吗是干净，明度就是没有干净，脏吗明度，对，是这样子的。好，那个是就是叠的意思的。好，叠的时候呢，别家写给人。百家姓我记忆的意思是，我要点所有茶。对，百家姓就是一杯所有茶，就是百家姓。我给就是我给就是要点所有茶，所有茶的名字就是百家。对，我就是点，姓就是一个的意思啊，因为的 a 的那个啊，对，行，我给人是这样子的。好，那个是下面就是荤的，下面就是素的。好，那个是茶叶的那个是造句是什么呢？茶叶卡拉萨康帕吉拉有的，茶叶卡拉萨康帕吉拉有的意思是呢，荤的饭在那边的对面的那个餐厅里面有，这里的都是素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萨康茶叶卡拉萨康帕吉拉有的，萨康帕吉就是那个的餐厅的意思是。
对面的那个的餐厅就是萨康帕基拿有的，那边有，这里没有的意思。好，那个小树啊的意思呢，服务人呢，比如说餐厅里面的那个服务人的也是小树啊，那旅馆里面的做干净的这个那个洗衣服的这些也是小树啊，然后呢，那个老板的那个照顾的这些都是也是小树啊。我们最近很多老人照顾的外面那个付钱的那这些都是小树啊，小树啊，小就是那个脚，小巴萨小一个字就是脚，那小树啊就是那个物的意思，小树啊物的，对，意思是这样子的。好，小树啊的那个造句的话，小树啊，파기구자똥바리베 파기구자똥바리베哎呀，服务人，那个椅子是空的吗？对，파기구자 구자就是椅子，东巴这边就是空的吗？空的吗？没人吗的意思是。好，然后呢，豆，拿的到拿的豆，嘎是豆就是那个饿的意思是。豆的造句是什么呢？给人暑假谁没？给人暑假谁没？就是今天早餐没吃，只顾多给多，肚子饿了，只顾就是肚子，对，只顾就是肚子。结果多给多，肚子饿了，是这样子的。好，然后呢，这个下面呢，刚的刚就是看一下，看刚的三个都刚的刚嘛，刚的就是咖别刚几度，咖别刚几度，咖别刚几度是咖好渴意思，咖就是嘴巴，别刚几度就 very thirsty，对，咖别刚几度。然后呢，去找东西也别有一杯冷水吗？对，去找东西也别冷水吗？有冷水吗？意思是这样子，去找么就是冷水，也别就是有吗的意思是，对。然后呢，那个下面是四杯就是那个 spice 就是那个辣椒，四杯对，四杯就是四杯的那个是字就是 spice 的这样子过来的，所以 spice 的那个四杯就是它的造句，贾嘎卡纳南了四杯蘑菇油的，贾嘎卡纳南了的意思是印度的菜里面有很多辣椒，贾嘎卡纳南了四杯蘑菇油的，对，然后呢那个是下面是 gu。哦，啥个到干啥就给干啥，我就是等的意思是，等一下，wait 的意思是，wait 的那个 good 的那个是造句是什么呢？我切上去在你故意，我等你2个小时，对，我切上去在你故意，我等你2个小时，意思是这样子的。好，好的，那我们现在呢？那个刚刚那个是我们那个是没有念过的蚂蚁，你的刚刚念的那个不说完，这里开始念一下，这里开始念五个句子。그 계란기 쇼자둔인배 닝근 가라 가래 사야인 음, 테마 테마 대 참마 민두 张嘛米路，张嘛高，张， 참마 참마 민두 嗯 보차 보차시 나키인 下面的， 샤요 가라 사칸 바퀴라 요래 很好，好，不错，很好，谢谢。好 对姐姐，的，那你可以想一想，那个是首家的那个造一个句子，刚刚这个里面没有的，这个里面说过的不要造呀。好，那个下面其他人他是在外面不方便。好，那个我们那个党区，你是那个撒丫的造一个句子，党区撒丫的造一个句子，
对，撒呀。好，那个我们的温州是张妈好，的造一个句子，张好的，好妈。的。啊，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红黄，那个杨红，你是我的造一个句子，我是不一定是那个点餐的，我就是那个 order 的意思。比如说，老板叫那个服务人去外面买东西，也是我。那个老师我弟子去打扫，这个也是我。对，就是我就是 order。对。好，那个伊瑞斯，你是那个伊瑞斯的那个是，是伊瑞斯是小秀啊，小秀啊，小秀啊，伊瑞斯你的是小秀啊。那其他没有吗？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个班长的那个是班长，我再给你一个，那个是你是那个是折扣，这里是折扣，这个是啥呀？给你两个哦。再说。好，那我们写下一点。好，给我写给都可以。티링게 쇼자 짬바 사키인. 哇哦，厉害哟，谢谢。真的是厉害呀！休假你是休假的，看到吗？看到。哦，你是厉害哟。好，然后其他的。不是啦，嗯，我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十数啊，啊，他那堂陪茶有了呗，可以可以，很好，很谢谢。不错啊，很好。小树啊，你都是小树啊，很好。小树啊，把那都比较也那边，对，很好。应该不用那个解释的，大家都会的。那第一个是点零暑假的那个造句是点零年暑假张巴三个人。今天早上的早餐我要吃糌粑，糌粑就是青稞。那小树娃的话，哎，小树啊，把那个北家窑里边这样子可以，把那的那个笔业啊，北家酥油茶窑里边有嘛的意思是，也不错不错，很好。嗯好，那其他呃人，嗯，不是，大师，我是 knock，嗯，你说。然后
小树啊，我啦，木土坡巴吉，我罗囊，啊，可以，很好，可以，很好，谢谢，非常好。对，小树啊，我拉蒙腿跑哇机，我路呢，蒙腿的那个饺子的那个中文怎么说？木土感觉好像是汤饺，我不是在这，啊不是很确定，就是好像啊，对是馍放在汤里面。对对对对，我们那个蒙腿就是那个馍就是汤里面放的，然后呢这样子有汤的那个馍，那个是我们叫是那个我们说蒙腿也说，另外一个是鸡馍，鸡鸡鸡馍，对，鸡馍。是啊，接近馍馍，接近馍馍，接近馍馍的意思是呢，啊，那个是没关系，不用说，蒙蒂就好了，蒙蒂就好了。好的，那另外一个是其他人，好，我是那个张妈。好，张嘛，好，说，日本기고르유 팔차3마두。 嗯，对，日本给口语还讲咱们都很好，非常好。好，那个撒亚的或者是折扣，哎呀，嗯、linga东啊，我啦，撒亚坦通呀，我个的，嗯、好，很好，撒亚的同样对，很好，你自己解释一下。linga 东就是出去野餐，嗯，就是在出去野餐之前要买一些吃的和喝的。对，很好。然后呢，折扣，折扣，你妈大把了，折扣松张，东给多。不是你妈到罢了，第一个造句有一点点不太了解。就是每一天肚子都会饿3次。小巴小巴的折扣多，人工哎，人工两你样折扣多，我们两样嗯折扣多。你妈大把折扣，你给的可以没错，这个是没有错没错。但是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说的话，你妈大把折扣给切头折扣，我们说可以说你妈大把折扣都给多也没错啊，你说，你们大把折扣轻松多给多？折扣给切头，你妈大把折扣给切头两个钱。天天做，天天工作都是为了肚子，可以，你妈大把折扣，你妈大把，你妈大把折扣都给到，呃，你妈
你妈大巴折扣天孙都给多，这个也可以哦。那你妈大巴就是天天的意思，每一天都每一天都就是 every day，折扣就是肚子，天孙就是三次，都给多三次肚子，肚子三次意思是这样子的。好，没问题的。那大家说好了对吧？好，还有时间。还有一点点时间，好，还有一点点时间的当中，我们那个萨嘎到嘎南路高嘛刚的造一个句子，谁说都可以。然后呢，四杯就是那个辣椒，刚有没有刚的说一个，嗯，可以说一个，可以说嗯亚卡拉吐露脚步刚攻击多，哦，那个刚也是可以啊，刚跟名度也可以啊，压根有湿湿的很多地方，所以没办法马上关。雅加拉铁路就播钢筋密度，钢筋密度，耶，个字那个呀，你不错啊，很厉害呀，我都没想过。卡钢，卡钢就是那个是这里是尴尬的，那个铁路钢就是那个铁路的意思是我写的是这样子的，你们以前有的是看过的，有些是没有，因为有些会说南鲁罗嘎路这样子，都有电子里面没关系，对。铁路主播钢筋密度，铁路你说的是钢筋度也可以。那个我们印度的话，印度的话，天天是湿的，那个压根夏天天天有那个呃是那个什么雾有很多，所以不容易干。冬嗯，天冬天没有下雨没有雾呢，就是马上会干。好，四边什么？好，我试试看那个出具卡拉南拉撒边羊满不约的嗯。出轨，卡拉，那个不丹出于哎呀，不丹。好嘞好嘞，好嘞，好的好的，对，你就给卡拉拿了，可以说，你就给哦，卡拉好，拿了，是被蒙到摇的，可以可以很好，好，谢谢。真的有。好，你就给克拉拿了四边蒙古油的，这样子可以，这样子自己这样子要了解啊。那可以，还有另外一个说什么呢？可以四边的那个是还有可以辣椒，就是那个四边。哎呦，你的嘴巴这么辣，就是你的前两卡四边的，我们是比较。我们那个西藏人哈是西藏人是什么呢？很凶的、很容易生气的人，我们都叫那个四边，他叫名字四边。有些时候那个绿色的 green peace 嘛，green peace 那个我们说四边黄波就是那个绿绿的那个有一个那个辣椒啊，那个时候太辣了，大家都不敢吃的，那个太辣，所以我们就是很凶的、容易生气的人就叫四边黄波，四边黄波。
我们那个没有他的时候呢，就叫他斯宾龙布来了，斯宾龙布走了，斯宾龙布今天不在，就是斯宾龙布，就是他很辣的，他是他因为动不动就生气的，这样的就是辣的意思。哎，咔嚓，鞋都不敢动的。好，四遍。那看刚那个是刚，就是很好。那个嘴巴考克的时候也是刚，那个衣服撒衣服那个是干的时候也是刚。那个刚就是我们那个刚是就是那个比较水不够的水比较小的时候都是刚，这样子可以的，很好。好的，还有时间哦，哦，还有可以问问题吗？可以啊，当然了。哦，就是刚才那个所教那里，我有3个问题想要问，课本里面的。暑假哦，你对，说。里面有一个那个吞银贝，吞银贝，那个吞银贝的吞跟银之间可以加八吗？吞巴银贝还是吞银贝？这个可以，就是通可以吞银呗，这个吞巴银啊，贝可以吗？可以，通把银呗可以，首先好，通把银呗，首先通银呗，那个是那个我们那个新菜，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的话，熬它小就通了通，熬它小就通哪啥通，就是有一个是啥，有一个是没有啥，对吧？那个是有啥的，就是过去的意思是。有差的是过去的，没有差的就是未来的。暑假改的同样也就是那个是没有差，暑假同音变就是吃了吗？就是那个过去的意思。对，同音变，他们两个差别是这样的。对，那现在的应该是东，对，是这样子，加东加通，但是这些都不知道没有关系，这个知道就好了。熬它写的通了通，大部分是用这个。好的，那其他有没有还特有不好意思，别留意？第二个问题，卡雷嗯，萨亚饮可以用卡雷萨伊饮吗？一定要压吗？搞的撒亚啊，也可以，搞的萨撒伊饮。搞的撒给也可以，哦，好的好的搞的撒给撒嘎给个给，搞的撒给也可以，搞的撒给搞的撒亚也都可以啊，搞的好的好的，撒亚也搞的撒给没问题的。对，那你公卡了搞的撒亚也午餐吃什么？搞的撒亚也搞的撒给都可以，这个是没什么差。好的，好的，谢谢。可是吧，嗯。不好意思，我也是针对这个句子，我也想继续问，就是卡雷萨因、卡雷萨因，他都是说还没有吃，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忙把的一个事情，对吧？未来的。对对对对那如果已经在对，吃了，应该问撒呀，你在这吃什么？个这个问题的时候，人工卡了嘎的撒呀盐，嘎的撒呀也还没吃的时候，嘎的撒呀盐。那如果没有那个呀，嘎的撒盐就是吃了什么？这个是已经在吃还是已经吃完了？对对，这个是对对对，嘎的撒盐就是吃了什么？其实那个嘎的撒盐过去的就是有嘎的蛇，这里有一个叉，那个蛇就是过去的。打的 对呀，C 也这样子可以说，比如说这里啥啥谁，咖喱谁就是吃了那个啥啥谁就是过去的，对，past，咖喱谁这样子也可以。咖喱谁的话，我们可以，你给我看到咖喱谁，书包看到咖喱谁，就是吃了什么意思是？对，那个是大部分我们嘴巴说的时候不会用那个啥啥谁，直接用啥饮吃了什么，啥呀饮要吃什么，是这样子的。
如果嗯加牙的话，都是比较多的是嘎哩撒牙语、嘎哩通牙语、嘎万卓牙语，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学一下，那个是上次我我记得我说了很多，比如说嘎哩撒牙语的意思呢，还没吃的时候呢，嘎哩撒牙语，啊，还想喝什么呢？嘎哩通牙语，嘎哩通牙语。然后呢，想说什么呢？咖喱西亚语，咖喱西亚语要说什么？咖喱西亚语，那这个是一样的，咖喱拉雅语，那也是拉雅语。那咖喱拉雅语哦也可以啊。那这个下面嘎巴罗雅语，罗雅语要去哪里？嘎巴罗雅语想去哪里的意思？嘎巴罗雅语，嘎巴罗雅语，咖喱纽雅语想买什么？纽雅语。准备买什么，改天女想买什么，所以这样的都有，都是没有过期的。改天撒亚语、通亚语、西亚语、拉亚语、卓亚语、纽亚语，这些都是这样子再加一下。我没去，阿里他没办法。改天撒基语，改天撒基，这样子可以。改天通基，改天通基，改天西基。西基、卡列拉基、卡列卡班卓基、卡列纽基都可以，没问题的，都是可以哦，给可以的。好的，那现在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